学瑶语，宁波贼面 n 加贼，他们自人宁波。贼面 n 加贼，宁波斗面。n 加斗，宁波 n 这 ไม่抗不肯，修读也晓得我晓得。晓得我，宁波贼面，他们自人就是整人，自就是整。汉语的这个字呢，一般用自你的字。下行到指你啊，他会说指。这个字呢，它是用来治人，就是来整人的。我来整治你，我来治你，下行到指你。它就是用这个字，这个瑶语用这个字，意思是一样的。宁波贼面 n 加贼，他们自人又加字 n 就是又 n 加贼加字，他们自人就是整人就是整人。宁波斗面 n 加斗，他们都人又加都。这个斗呢，都就是骗人的，就是骗的意思，我斗你的。他比如给别人说一个什么事情，答应什么事，然后他说我斗你的，他就都就是骗的意思，骗。他们骗人又加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骗别人，都就是骗的意思。宁波眼贼买抗修读业，他们眼贼硬着，就是方言的硬着，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应该给别人办，但是他不办。他硬着他要东西的，他要东西，他们很简单的事情，1分钟就办了，他根本就直接办就完了。然后他呢，这个事情很难办呢，什么，他要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他说硬着，这方言的硬着。宁波硬着买抗。就是不肯来抗，修读也晓得我，修读晓得。宁波贼面 n 加贼，宁波斗面 n 加斗，宁波硬着买抗修读也，他们硬着。这方言硬着是方言，这个字方言也那个字指你，所以说这种人都比较坏，都是很坏的，硬着，这一看就会了，因为这是方言硬着，他硬着的，汉语没有这个鼻浊音，所以说汉语学不会。汉语中没有这个词，没有硬着这个词，汉语没有这个词，他搞不清楚。我是汉学家，他也搞不懂，因为这个汉语和楚国语不是一种语言，因为周朝和楚国是两种语言，
你无正面，人家正；你无倒面，人家倒。你无眼者，麦康修路耶。他们说这个汉语的这个汉语呢是客家话，是广东话。这个东西不一定呢，他说不定是尧禹的孙子、儿子、孙子呢。这个那个广东话、爱族话就是客家话，他说不定是尧禹的孙子呢，尧禹的孙子呢，他不属于汉语的。